今年的气候是安尼变来变去，害真侪果子的产季去迁掉，产量也减少真侪。其中台南的枣啊，10月是浪费时间，所挡着这大风雨，害今年产量敢若5成尔尔。农民也预估讲，若准这需求量大，继续会起5成。另外讲到这柑仔蜜，也因为这雨水济关系，今年小涨也变较济。树仔顶的蜜枣000个把水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即阵当是采收期，不过今年小林煞有4个风台来扰乱，致使农民买好无目屎。最后因为今年雨水高，兼风台跟外来，影响到开花期受损，关庙蜜枣结果率对半减，农民无奈讲这是近年来上严重的。无介好啦。因为拢大部分风台过去拢发一寡迄幼芽啊，足济啦。所以吼。拢直直加啊，伊的果较无法度调啊。总产量的话，大概只有50%啦。啊，如果以过年前采收的品种的话，预估最高只有40%而已啊，甚至不到40%。有些农民几乎都没有果实可以收了，他们就等待那农历的立春，就直接整个树就全部锯掉，让它重新生长了。赶快受到气候因素的果子，也叫柑仔蜜。林地区农民指出，本家今年9月就要种栽落去。不过，迄阵风台来甚大雨，田仔地上过湿达，无法度种，才搁延后1个月。那产期前着，就连柑仔蜜的量嘛减少3成。整体方面就是会生较歹小块。安怎歹啊？譬如讲会安怎什么款的状况？小涨小较济。一个是它可能生到第3趴花个生袂起哩啊。你若去浸着水，伊个会连啊连伊紧个会受伤。受伤伊个大袂起哩。今年气候，佮加上平塘海酸长农作物，这互袂少果子的继续一直咧起。那以台南蜜枣来讲，今年爱延后2礼拜，正月中旬才通食到。那柑仔蜜爱搁等到旧历过年前后，这项才有量。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。